Good to see you. Yeah, I am. But the book will get to see it. And I will tell you this time. And then you will know it. 那他们在这个法王的生日的这个庆生会上面呢，他们也会有表演这首歌，这是他们现场表演的。 那虽然说这首歌是我第一个抓到吉他和弦的藏文歌哈，但是我并没有在第4集一开始的时候就唱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只有仔细听，它其实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哈。那时候一直想要我的大儿子来帮我一起合唱哈，那但是他很害羞，他连今天都不敢来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后来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，我只好把这个女生的第8度唱，然后男生的高8度唱，然后我们一个人，好，就是我一个人先录完一个 demo 带，然后我想在班上再来唱，哈，那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同学很害羞，哈，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就后来我们录的效果非常好，我们可以来听哈，这个要用激将法哈，所以我刚刚讲要赢过暑期班的同学。